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應喙應舌，台語安尼寫，應喙應舌，甲長輩頂嘴回嘴，台語講應喙應舌。時大甲你念一句，你就應一句，安尼應喙應舌，實在真無禮貌。恁阿爸當佇個風火頭，你上好是恬恬，唔通應喙應舌，才袂討皮聽。學生囡仔甲老師應喙應舌，老師是氣甲要記過處分。啊！你是準備要轉去食家己餸，竟然敢甲恁頭家應喙應舌，應喙應舌，嘛會使講應喙，也則是應話。這個囡仔真害，爸母甲念幾句啊，就隨甲爸母嗆聲應話，爸母是氣喘喘。伊對因阿叔的教示無認同，所以甲因阿叔應喙吐轉去。今仔日的台語字應喙應舌，實在真趣味。